幸福走廊当，恨团外沆瀣一去，狼狈为奸。我弟弟实在为官情似水，官居和睦，官成业，出怒权贵远越严，创造什么名归举不见，眼里在断肠苦思，苦描写。莫断归路为财兄屈居不上，屈不上谢灵啊年，与我姐姐高台湾，张把老婆上京去，李子
不是刚才那位神兄遗了？古人说路不拾遗，带我追上前去。不，此乃天空水裂，随我追的一片消息。姐姐，你回来啦！姐姐，弟弟，为妻夫人交代不慎，姐姐还搞的说不对。菩萨显灵赐我银包，银包，乃约200两银子。沈奎儿亲戚，弟弟，这银包是从哪里来的？谁呀？你夸谁呀？姐姐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这包银子是我放在这里拾得的，是拾得的，放在于一位少年书生精妙拜过菩萨，不想把这个包裹遗落在这里。姐姐，正好救我们的酸梅之急。凤鸣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再上去挽救人家？追管不上了。你既看到那位书生出门，怎会追管不上？你这分明是有意图人现在。姐姐，凤鸣，你放了弟弟讲的那些故事了。姐姐，连在不成家来生，只是不应靠心机。唐朝一个被丞相，早年两道也穷困，受得金代官臣，再想不起
越忘记这些故事，我这是为了找找文章弟弟一些消息呢。弟弟生前为官清廉，为人刚正，啥子你这把眼睛就天之下欺为名目？这是那就是宁翠所生，你这啥有解用？我命你良心何在？天理正上。奉命，什么天理良心？弟弟生前虽经千般委屈，有所谓来和你讲过天理，也有所谓来和你讲过良心嘛。天理终于上颠倒，良心早被丢弃掉。想弟弟满腹正气，恰对命，那流金一度丝草春红桃。今生我无非参见，您一报生死天理，不能忍受。那些故事，我把弟弟的遗训抛到脑里了，别忘记弟弟遗训6年来，祖辈亲4岁，家父孙后代。做儿女，今生永死。不分贤才，尊为其女，这难道是结生死爱吗？姐姐，我错了。自从能干。算么大业，那丢失银子的书生定上这都不远，我们再上前去。哎，姐姐，这，红梅，姐姐，谁是他？这位大贼，快在环境我死了这一次的以后报答啊！你谁是人？死了报答，哪一部分？我叫郑奎，报答之内又害不了银子，我有书信一封，这银子乃是我屈不手之为你救命钱呐！你才是郑奎，帮忙才是。这是你怎么说？这是救命钱啊！嗨，这真是惩戒其冤呐！洪武开国他明朝，外公专权倾销，我不上本把当云烧，分配无言下天牢，流金夫送银。送去命公报，弟弟你看，这故事是救命钱啊！他为居母，我为丈夫，两种消息一样苦命。恩人，万您真用垂相报，我要关路了。小兄弟，请别。哎，恩人，路上小心，切莫再丢了银子。路
纷纷举足破庙，小顾问也滚也不，干脆背着弟弟一同到营长地府算了。你深沉一番伤心几针金子泪滴滴洒。姐姐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，姐姐？弟弟呀，常言天福写生路，终于能岸结冰花，集中错乃身为奴做牛马。也不能上比谁苦，天上姐姐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你长大了，从今以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姐姐，你卖身为苦。四处高台都吃了闭门羹，此乃父乃之举，主人家心诚，妈妈是个好人。姐姐，我不让你去，我不让你去做奴才，我不让你去，姐姐。看中了个美人配子，这要人是铁欺骗也子，差二不良那个心痛也没法子，夜光看远，掌管好色度的女子。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！你就是他弟弟吧？治疗我啊，谁肯差二不良大家也没他了。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啊！个二不良宁挑不，我姐姐不能买，不能买！啊，小弟弟，我家是开宁铺的好人家，我没他去呀，与我女儿作对，你尽管放心就是了。我姐姐不买。我家里身体往来最相慕，也是金钱相知人对他隐门。我姐姐不买。陪他去我观音安头宫，夜明子张长情，养的是鲜花教育人，须知我是个苦花生啊。
要有那红
阿头是苦用心，说谎是法，你要背心里，里头是天，你要拼命。看原则把两分一番情深，是兄弟知情语。有朝一日你把官做，连接风骨不团圆。正好问青丝随此离别真怀明，随着宝剑已经开，只了那雷霆慈悲金银城。老妻子不上退场是青天，老妻随的对关于丧命，我妻子随便我姐姐去卖身，卖身你是血泪你，他叫我原谅此故去偿尽，不为姐姐一片心，梅花顺子练得精，不为姐姐一片心，情绪文章等下文，不为姐姐一片心，是呀字字皆忘情，不为姐姐一片心，生死换成是决胜，一朝要挂忘记听，杀困困不留情，一朝要挂忘记听杀团官不留心。姐姐，
黄金买小狗郎哟啊！真是那换需要换的年事啊！你好，你要送妹妹。妹妹，
动落在井里，再也整不起来了，何必要等3年呢？妈妈，3年之后，我可以替你写诗埋坟，为你彰显。我家有远远东四分，再有3年更长进。经济丝袜你今在，狮子求福又更生我的子。不做娼女做才女，埋坟有时度光阴。就是一副宁三娘，对问一片三两女。3年今年我要疼我爱你，朝来改个天花地，你对我说说娘宝也好你我争一个。3两分银，作文1篇，分银3两。地上第一位听说，情爱里头不买笑，买粉又买死。妈妈，你什么出口？不怕人家笑掉他？哎呀，妈妈，听都没听进去，我的生气气。妈妈，这是我上岁书写梅花son诗。姐姐，这是我的诗字文章，这是我的诗字文章。妹妹，这是你写的呀？你太有才了，妈妈呀，这妹子别发真的神，说不听也是真扯算两年。古时候一个成语叫谢堂女，经出去不会出个李素萍。看来是妈妈今年教女，才成文桥上进门，才女才在富城园。这富城园啊，三等归来别离灯。东财木鸡三同光，西大王的变起灵，四通团鼓都是听，那女不归来不买小巧买粉。妈妈，三要强去读一出，升到学士当名品，我要告你买两位钱，你给不才。王天王地，要是你犯不成我的手心，原谅高挂一根绳。哎呀，姐妹的神啊，是都有这套宝宝的呀，老
了谢氏作文，你还得结一份差事。每日且水3担，撇茶10捆。只要不卖香，我生老王爷我有话在先，啥是3年之后夫人满你的文章，又当时候啊？到那时候，你可不能再徇私灭我的了。哼！许多大官人都扭出3两纹银买你一副子。是啊，妹妹3两纹银。是啊，这下可好啦。我心疼，从今以后啊，你就改名叫沈3两啊，沈3两。今后啊，你就麻烦为生吧。买房为生，买房为生，我可以买房为生。婉瑜啊，今后不用切水撇啥了，专心做事，专心写字啊！写吧，起来！对呀，专心写字，专心写字。你最近眼着没有生意，切水撇啥的活儿，你来做吧。妈妈，还是我来。不用。姐姐，什么话啊？原来嘛，多跟你3两妹妹，又有4分连事。姐姐，如今嘛行情变了。
没事要不出钱，没事再吃香烟。妈妈，宁不知报上张子成举荐。啊，妈妈，你还叫我妈妈，人三叔，你可以当我个爷爷了。那我就叫你妈妈咪。啥嘞？我说张大官人啊，你莫不是也困上了富城园新鲜出炉的梅花算是啊？小啊！我今年63，花季留芽，逛了30多年，从来是千金买小，不傻得半文买死。哎呀，原来是个老社会。好吧，那你自己挑吧。不过富城园事情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卖小的不卖死，卖死的不卖小。哎呀，那哎呀，你们还不是我那3过去4过去长得好看。我说妈妈咪，我要那个只写得一身梅花座，又长得一副好模样的人儿。你是说我的宝贝女儿陈善良啊？随你呀眼贼出了，却女心贼团了。我说了，卖死的不卖小。买一幅是3两银，买一微笑300两。妈妈咪，你看怎样？哎呦喂，100倍呢！哦，下次来找你，下次来找你。妈妈咪，我只是想当面想真商量旧事，问妈妈咪热情。事成之后再结300两。好吧，谁看你有没有本事了？天大地大，不是天比我的大。妈妈，善良啊，张大官人要见你。妈妈，见过张大官人。分多多，早把姑娘一样模，越貌越才，杀得我心里想老婆。我才有3过去4过去，难以结果，巧为你配下了一种。王金啊，
美女一笑，又能这样讲不得？张大官人，你不了美笑，却美为一肚子火。哎呀，张大官人，陈三娘，你怎么关到了贵卡？300两刀水文毛5年，小死手开完，你真是个丧门星！我说过，眼前买笑我不为，千场地震费玉成。哼，你玩贼硬，这里是秦雷，哪能什么都不为的？我作为算是一副3两纹银，4文1片，纹银3两。今天3两，明天3两，毕竟是小妹妹。等到你上大钱的那一天，老娘都给杀秃了！哼！不见你的颜色宽宽，不知道谁是开算王的，快拿家法来！快去！算了。把手抖出来，抖出来！哎呦妈妈！这双手要在名字上当发的。散的不吃完，鞋子到天明，把身上补回来。老鸨吞贤财，父曾愿度14年真旧态，父慈生疏，父慈刚，不明生死，愿是离。
弟弟，我是尊重陈妈妈的吩咐，为你送香木药的胡郎。就是3年前碰了你坚固的塔子。你是沈奎，沈公子。恩人，哎，恩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一言难尽。沈奎，说，沈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做起火浪啊？嗨。为乃府中子，帝王狱中杨成事，来无庭投亲不与贵妇计，府内有全州虎狼屠神子。沈奎，你可不能受此消沉啊！嗨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是府内呀。沈奎，啥不言弃，我愿助你一臂之力。助我？从今以后，我谁做你的姐姐，你谁是我的弟弟。姐姐，
你何从？为报节生埋尸盆，起早推和些那梅花碎，思念情里玉成冰，还咬牙助我苦功头，此心此意是最深。幸亏为姐替你关做了一件衣裳，来试试看。恩姐，银章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惭愧疼献金，3年后你又称我做你的惭愧泄露有风尘。莫生，他有一日来比你，我与情敌分离久，10年负心也负你，你此番进城赴死去，定门一句不负你。
重生了。恩姐，来。恩姐，报仇。但愿你一路顺风顺水。举荐张大官人，妈妈咪，大官人这次光临，我府成员同别生辉呀！哎呀，夸上茶！看你这位自报大上人，万事那样简说啊！哦，老了，头发都白了。哎。老谁老向前走，外面走，里面好。哎呀，里面好。每次经上武定镇，王要来逛逛府城哟，看看你家真善良。看来你对我家善良是念念不忘啊。商量姑娘苦后。听说他仍然是卖文为生。唉，你哪里知道，自从他那个官邸的神魁上进之后，善良他文章不写，音色难尽。唉，这真是夜花不中，年年雨，烦恼无根，实生哟。妈妈咪，既然商量列次不做烟花女，你留着她往何用？莫夸我上任重礼，夜从情啊！7年了，我张子成万事那句话，原出也取了银子。收他做偏房，偏房啊，第几房了啊？8多，第18房。看来你是越来越花心啊！你又没生善良，这不是在玩我的阳闲事吗？驸马，我刚从京城而来，听说郑奎中了trạng元，光复不负情安。不知这许多消息是真是假？妈妈咪呀，你要好好
哈子哈子，等会我再来听你的回应啊！你好好哈子哈子啊！香香，蛋蛋，来！哎呀，这么这个老色话中有话，难道这消息是真的？要是真的，我岂不……哎呀！幸亏每次到这里读书，我从不上他的有当有忙。如今他中了状元，封了县官，一定为了找我算账，一定要把三两劫取的呀！我才是当开牛笼放彩凤，岂不成才两头空？我啥不放陈三两，惭愧知道是难用。哎呀，好在那位知道上，我把三两来看中。假设高天成教，管他几人也卖翁，一边管他把人来，一边报喜把人送。谁说人会一告终啊？要他关进去相逢。自古强贼先下手啊！也曾经我远走高飞，逍遥他乡，还是那乘风得意乘风。你飘。原来武定州富城县有一烟花女子甚善良，被卖于珠宝商张子成为妾。可这文帖上面一幅红笔全点，二部官凭印信，而这文帖之中恰恰了张200两银票。分明是要本州改唱观音，将那女子断与他为妾。这算不算团长？
这算不算受贿？哎，这人挑谁也罢，不谁也罢，那女子能挑出火坑，落切从良，总是件好事。本州理当称谢。来，哟，索取常州卡店，将神圣了带来。是。下空场次，莫非是言官不逆是有神？怕是太师心变了，向我李后明哦。10年落怕早看破，一朝风云等成定。我乃是新官出上任。卡应州却分明，官风是背水与错心，常州又是个穷衙门。相互一生情啊，一生悲，这世道苦守本文提亲听。我想的太多了，妻女忠良本好事，受人定名也真来也真，妻子遇到不算宽，莫上天理。启禀大人，陈三两带到，带上来。是，陈三两上当。恨报哎，恨报不成心。我是上当有家。
他老爷在上，小女子陈善良，恳记。陈善良是谁将你卖于客商？当家宝儿。既算是此，你理当跟那客商先去。小女子不愿先去。赤水中两欲何不好？真是不愿。小女子与相信非比。起来讲。他老爷用笔。了件事，才保险善良轻他身。今日里宝儿吞才没良心，暗地里将我卖于张志成。那老客年纪其实是风前中，我善良24岁正青春，有道是城中蘑菇各是城，老夫少女真配婚。沈善良，那老卡虽已年轻气盛，可他乃是自保上身，家财万贯。你到他家与相伯君的荣华富贵，这与哪一点不好？荣华是言，富贵是云。小女子的心不会被那荣华富贵所托。你可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呀！我宁愿为那傅成元，也不愿在那张志成先去。你管你落水为妻，岂不以为你父母的养育之恩呐？小女子虽落风尘，恰为正30连次。想那张志成他一场才是将我偏卖到此，我上却中于他，这才有为的娘养有之恩。堂堂自保上好意说你从良，真是偏卖。你这谁要抢罪，提用他一审你。他老爷，你几次三番苦苦逼我在那张志成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什么好处不成？一句话戳进我心田。聪明安切记，他等烟花关定罪，我是应把你我死心来哟。将这女子拉下去，照罪而审。且慢，想那老卡送我一票，无非是要本罪将这女子断与他为妻，莫说当出个好歹么？沈善良，我再问你，你去是不去？
他老爷为官明知公好，都图名利在外高，宝殿清楚须分明，我把是非都颠倒。他老爷好的，真善良，尽管丁长本罪咆哮公道，这还了得？来呀！有遵令死恨死。天元喷龙，龙王朝廷年事，曾经何此？与公争。沈三娘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谁说是他老爷却当小女子？谁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嫌弃。侯爷长离开，堂上也有文去写得明明白白，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这坟契上面可与小女子亲密瓦呀？不与，可与官平隐姓？得本子该唱便是。难，这份契是福亭罪所写，要给官印许给福亭罪官印，你是彻底藏罪，只怕给不得官印。沈三娘，你再三不肯离开福亭罪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负牵挂，福亭罪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罪去把你兄弟抓来，一同和你在那府上前去，你这的也可早些相思，你可是何？我那兄弟只怕你算他不同。不是，堂堂长州衙门，难道会传不动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你兄弟做官？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。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其官比你还高。难道是朝廷群才不成？真是不负情爱。沈三娘，你那兄弟哪年中举心酸名罪，快快讲来！只有一言差错，难免使用他他老爷请听。
神大神，我知他凭空得来人儿把谁知他？天理，来呀！还不快与公公团不对呀！我想郑奎大人身为县尉，岂可让他的姐姐落水为妻？分明是我将他当绝了，他故意拿县尉来降目的。再问问，再问问，沈三娘，女神大人可是一母同胞？非也。莫非是说不清的？也不是。插手！他但真善良，女臣大人也不是同胞，虽说而不是说不清的，分明是你心口无言，欺骗官府，这完了不？我与相信非比。讲。我与陈奎同是天涯人我身，自然妻儿几程，还没与孔子相投，万难相持生子意。为是陈奎入城去，我资助他发奋托私人，我也骂是今所事少得能，烟花女奴亲自做先生，喜乐也多受机灵，素面岁苦的心，告别为师赴京城，且惜他三定家常终头命。听他言道，他不但是陈大人的恩妻，还是陈大人的恩师啊！不对呀！我想这女子御前衙门倒也不佳，可也交不出一股上元来呀！此话未必可信。沈三娘，你自称是陈大人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叫进士资质八家，叫书法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，像那梅花篆体，我真上手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来，有，去问王司宝常来。是。沈三娘，本着要看你梅花篆体写的时候，可非当他写来。请老爷再试一次郎好。这样一字，哦哟，小女子是有练得3岁能写梅花篆诗，能3岁写字么？好，再缺他一字。要切成果，此必成老好，奴才张官司。
我想着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姐姐上身能写，人家也能写的，少把这烟花女子凑成为姐姐啊！岂不了个笑话？像我家中与李子之本周一古今外人不知，不妨问他一尽责任，将本周的周一古今去了。是。沈三娘，本周问你周一古今，你可通晓吗？刚才要我所写梅花算是17月份周一古今，莫非他？哦，不为，我李氏门中就不会出此脏官。沈三娘，本罪问话，你何以不答？老爷这官分嘞，已经64卦第28卦后面怎样讲的？第28卦名为大故，利于有往恨。是啊，可养身体，老夫的骚气不利。按此而言，老夫的骚气没有什么不利。老爷荒到今人，竟算断句不明。卦名大故，是说大大的过错。卦分老夫的骚气福不利，福是说不应于这样的事，不利是说属于此事乃是大大的不吉利。总而言之，老夫的骚气乃是大大的过错，大大的不吉利。你此种做些从何而来？家喻祖传，历史之本，历史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，现在何此？教育兄弟有何标记？上于算是后生所写，历史所品，写的什么？先父已许。退堂。李凤鸣，你团长多少？这个你团
痛，撕尽我心思刀痛杀成。你从此后10年随着父临行啊，可怜我陪偏远路采风尘。家风诉情啊，
根本到了三花放了通气呀，三女有他听，我骂你这里因此很气，不将数典王族亏天亏神上天良真的大气呀！你是当年的陈奎，还是今生的陈奎？恩子，这是何意呀？啥是当年的陈奎？我还谁得起你一拜？啥是今生的陈奎？我谁不起了？小弟乃当年的陈奎，是此言的亲戚。恩子，我已派上去府厅再见你了，你怎么到这长泽衙门？在这里当官司。言的可有银子，借一些于为己，借银何用？可恨当家宝儿将我卖于张子成，我不愿前去，谁知长嘴之妇他用银强逼我家。言的啥有银子，送一些作为老爷，免得姐姐再生苦意。可恼可恨呐！对官自私太不给力，寻衅吞心的我四散去避难清快。
去当姐姐呀！姐姐，退下！姐姐，文静，他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吗？请问国法来定裁。恩姐，李无名团遭王法，本应严惩。这是我想，恩姐父母早亡，祭体又失散多年，应得今日重逢。更见特殊之人顾名来之不易，既是初犯，又是恩姐的亲兄弟，你将他关将一劫，已是境界，也就是了。啊！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难道在这官场之中，吃了奸细，谁是神情？这一阵神情，金钱，金钱神情，这世上只有这神情，金钱不成嘛！恩姐息怒，小弟立志心肺死皮，接受养亲。我来问你，李凤鸣他该当何罪？杀是屡犯，从年发判；杀是初犯，下责为民。是此，陈大人请上说请三两取你三件大事，是此请假。他初登仕途变社会，有才当法不撒马，王子犯法是民同，你要执法是三次公堂，这题害你。几岁在阜成院里买文章，终日生落病堂房。你关公中借我分银200两，受你几句称呼他。那这题杀你，这三梦为己求你的三章，你娘我带了凤鸣返家乡，苦茶苦饭80之过，做一个神山清贫之高尚。10年来，他生死雷云飘四方，父神教诲贯土洋，手中3层千古恨，回头真是好时光。这真是做官容易成身难，
我要在代替在身旁，从今后到死做成重庆。